死刑的实现案，这个拜五的宣判，中华人权协会今仔公布审议民主公民会议的调查，发现讲有80%以上的公民反对废除死刑，主张废死的比例嘛降到9.2%尔，无表态的嘛增加到10%。伫宪法法庭即礼拜五宣布死刑释宪案结果进程，中华人权协会召开死刑尊废议题民主审议成果记者会。调查发现，参与公民审议会议的公民，有80%以上反对废死，主张废死为17%大大降为9.2%，无表态人由1.4%提升到10.6%。维持死刑合法性的前提之下，民众认为死刑制度有调整的空间，在宪法法庭的真任大法官任期将届，我们要呼吁他们要以司法公信力的为最核心的一个考量。高司法强调，支持废死的人明显减少，转为无表态，会当看到民众对废死游玩属于是过度理想化概念，需要停一个。废死联盟表示，支持甲反对废死的民意是真歹伫短时间来改变，不过无管未来大法官宣判结果安怎，都会继续甲社会对位。如果你只是问说你支持死刑或反对死刑，然后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我要维持死刑。可是如果说有一个替代的方案的这个讨论的话，民众就会可能会想象会改变，然后会思考说事实上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。部分违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向，当然就要看它砍掉的部分有多大。那如果说变动越小，我觉得社会能接受的程度越高。学者认为，司法多年推翻死刑，也是认定完全合宪，拢可能会造成社会无信任感。废死联盟执行长林兴义表示，会继续推动人权教育，对废死的立场坚定不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